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來到人民往事。如果問你喺香港文化界嘅黃金年代裏面，邊一個才子活得最令人羨慕？大家腦海裏面浮現嘅，一定是那個整天笑眯眯，身邊總有美食與美女相伴嘅老頑童蔡瀾。作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，金庸曾讚譽佢係一個真正看透世事嘅通達之人。佢做過電影監製，寫過無數暢銷專欄，更加係將大江南北美食帶入千家萬戶嘅頂級食神。但你可能好難想象，呢位一輩子睇落無憂無慮，活得像個神仙一樣嘅才子，到咗晚年同樣要面對命運最殘酷嘅考驗。前幾年同佢相伴幾十年嘅太太不幸離世，80多歲嘅蔡瀾喺經歷咗痛失摯愛同自己跌傷之後，竟然清醒咁做出一個震驚全港嘅決定。佢將自己大半生收藏嘅珍貴字畫、古董，甚至連住咗幾十年屋企裏面嘅舊物，全部送晒俾人，然後變賣資產，隻身搬入啦尖沙咀嘅海景酒店。一個看盡人間繁華嘅老人家，點樣喺生命的尾聲，人生將衰老同孤獨活成了一場最瀟灑嘅終極派對。佢身上又有着怎樣驚人嘅生死大智慧。今日就讓我們用最真摯嘅情感，一齊來拆解蔡瀾這段活得最通透、最痛快嘅骨人生。蔡瀾今日之所以活得咁通透，同佢前半生喺電影圈見盡風浪有莫大嘅關係。佢出身喺新加坡嘅一個文人家庭，老豆係電影發行商。蔡瀾自小就喺戲院長大，10幾歲就開始幫電影公司寫影評。到咗60年代，佢被邵逸夫先生賞識，隻身來到香港發展，加入咗邵氏電影公司做製作經理。後來更加去到嘉禾電影，成為咗成龍電影嘅御用監製。喺香港電影最輝煌嘅年代，蔡瀾帶住成龍、洪金寶佢哋飛去南斯拉夫、西班牙、法國等等世界各地拍戲。當時做監製嘅壓力極大，每日一開眼就要面對幾百人嘅吃喝拉撒，仲要平衡超支同劇組衝突嘅問題。但蔡瀾最厲害嘅地方係，無論現場幾咁混亂，佢都可以好像個局外人咁，一邊氣定神閒咁解決問題，一邊去發掘當地最好吃嘅餐廳、最好飲嘅美酒。成龍曾經喺訪問裏面講過，每次去外國拍戲，只要有蔡瀾喺度，大家會好安心，因為佢總有辦法帶大家嫁到最好嘅生活享受。喺呢幾十年入面，蔡瀾見過太多一夜紅嘅巨星，亦見過太多轉眼破產嘅老闆。佢喺名利場最核心嘅地方，冷眼旁觀住人情冷暖同權勢更替。正係呢段行遍天下、見盡起伏嘅輝煌前半生，令佢早早就看穿咗金錢同名利嘅本質。呢個世界冇乜嘢係帶得走嘅，只有食盡肚裏面嘅美食，睇盡眼裏面嘅美景，先至係真正屬於自己嘅人生。到咗80年代末，香港電影市道開始轉變，蔡瀾又清醒咁為自己開闢咗另一條路。佢拿起筆桿當作家寫專欄，佢同金庸、倪匡、黃霑結拜成好友，4個人被封為香港四大才子。而最令老友記津津樂道嘅，莫過於1989年，佢同黃霑、倪匡3個人喺亞洲電視主持嘅通宵綜藝神作《今夜不設防》。嗰時佢哋3個才子一邊飲住頂級白蘭地，一邊同當年最紅嘅巨星，好似張國榮、周潤發、林青霞，佢哋無所不談。蔡瀾喺節目裏面永遠都在笑眯眯，話不多，但每次開口就一針見血，展現出極高嘅情商。後來佢更將自己對生活嘅品味發揮到極致，寫食評、開餐廳、主持蔡瀾嘆世界等一系列旅遊美食節目。佢帶住香港人上山下海去尋覓美食，話俾大家聽咩叫死前必食。喺嗰個香港人人喺度步履匆匆，為咗生活頂硬上嘅年代，蔡瀾嘅出現似乎為全港市民打了一支清涼針。佢教大家人生點樣先算成功，活得好玩先至係第一名。佢將食飯、飲茶呢啲平凡嘅生活小事上升到一種人生哲學。佢用自己嘅玩世不恭去對抗世界嘅沉重，用美食去療癒人心。但邊都估不到，呢一位一輩子教人及時行樂嘅才子，喺步入80歲之後，命運交俾佢一份最難答嘅生死答卷。而佢嘅選擇再次驚豔咗所有人。近年來，四大才子之中嘅黃霑、金庸、倪匡相繼離世，只剩低蔡瀾一個人。而對佢打擊最大嘅，莫過於同佢相伴咗幾十年嘅太太不幸跌倒過身。面對老友同摯愛嘅離去，加上自己亦因為救太太而跌斷骨，80幾歲嘅蔡瀾經歷咗一段非常艱難嘅日子。但佢冇好似一般老人家咁喺悲傷同孤獨裏面自怨自艾，相反，佢做出一個震驚身邊所有人嘅決定。佢決定將自己住咗幾十年嘅舊居賣咗佢，然後將大半生收藏嘅珍貴字畫、古董
甚至幾十萬字嘅書稿全部送晒俾人。蔡瀾同自己講：呢啲嘢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留喺度只是負擔。佢將所有身外物徹底清空，隻身搬入了尖沙咀嘅海景飯店式住宅。佢請咗幾個秘書同助理，24小時輪流照顧佢。每日一開眼見嘅就係維多利亞港嘅無敵海景。喺呢間飯店房裏面，蔡瀾過住極致通透嘅晚年生活。佢依然每日飲茶、寫字，有朋友探佢，佢就大口喝酒、大啖食肉，甚至連醫生勸佢戒口，佢都笑咪咪咁話：如果呢樣唔食得，呢樣唔飲得，活到100歲又有什麼意思？好多人驚衰老、驚孤獨，但蔡瀾卻用行動話俾大家聽：當你敢於放低對物質嘅執着，老化只不過是人生嘅另一個章節。佢將自己生命嘅下半場，硬生生變成了一場最瀟灑嘅終極派對。喺面對命運最殘酷嘅生死考驗時，佢依然可以用最體面、最傲骨嘅姿態笑看風雲。蔡瀾以前喺佢嘅書裏面寫過一句話：人生嘅意義就係吃得好一點，睡得好一點，多玩一點，不好諗這麼多。佢用大半生嘅瀟灑同埋晚年這場經驗全港嘅斷捨離，身體力行咁向所有人證明咗咩先至係最高級嘅活法。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旅行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是路過嘅旅客。最緊要嘅到你最後賺到幾多資產，而係你喺呢個過程裏面有冇有好好咁享受過每一刻。當4大才子嘅時代漸漸遠去，蔡瀾留俾我哋嘅不單止那些讓人流口水嘅美食地圖，更是一種面對無常命運時依然能夠哈哈大笑嘅豁達與傲骨。佢用自己嘅通透話俾大家聽：老並不可怕，最緊要老得好玩，老得體面。今日老頑同蔡瀾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。看完整個故事，你最佩服嘅佢年輕嗰陣闖蕩世界嘅眼界，還是佢80歲後變賣家產住飯店看海嘅人生呢？如果你身處喺佢嘅位置，你又會不會有呢種放低一切嘅勇氣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。喜歡我們分享的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人民往事，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。